咁所以咧，我覺得每個學生嘅經歷咧，都係可以拎出嚟講，即係好似大雄玩花繩好出色嘅時候，都係一個高峰經驗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呢個12年嘅學習歷程嘅回顧啊、反思同埋展望咧，係好重要。嗱，另外咧，你見到左手邊咧，呢啲咧就係一啲考試嘅模式，最常見嘅當然係通常啲頂尖學校嘅 first round 就係中英數嘅學術測評啦，係嘛？港同嘅第一 round 小組討論啦。另外，我覺得係個靈魂嘅關鍵嘅即席短講啦，係嘛？協恩嘅比較圖啦，跟住 skill test 包括音樂體藝啦，係嘛？咁跟住仲要家長面見添。咁呢啲只不過係形式，呢啲只不過係形式，呢個先係深刻嘅內容。延伸嘅就係唔同嘅題目，得唔得？係嘛？有冇參與過馬利諾100週年嘅開放日嘅活動啊？你嚟到我哋德望嘅時候，英文水平符唔符合啊？你嘅國際觀知唔知道教育領先嘅而家唔係芬蘭，係愛沙尼亞。最喜歡嘅一本書，一個作者。嗱，上年咧，我哋有一個面試班嘅同學真係好出色。我哋叫佢分享佢最喜歡嘅作者，佢竟然答李白。我哋都聽好多個答案都係李白。但係講真，李白同學，我哋追問嘅時候就會問李白嘅邊首作品你好欣賞啊？大家都會答係靜夜思，係嘛？但係呢位同學咧，真係可以講超過30分鐘嘅李白啊！李白唔同嘅作品，夢遊天姥人留別啊，李白細個嘅古仔係嘛？李白小時很懶惰嘅鐵杵磨成針啊，到李白嘅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嘅唔要高力士玩鞋嘅故事啊，到余光中講李白佢都講到，咁所以你睇下呢個同學嘅深度係幾犀利。咁所以你睇到咧，呢啲嘅題目設問咧，全部都環繞住我哋嘅學習歷程。咁所以學習歷程咧，就係我哋面試嘅關鍵。